鋪頭入面。打到出面，咁燥底，竟然係為咗拎月餅刀打尖，觀塘美心4男女打交。唔知係咪因為星期二多數係拎月餅嘅 deadline 啦，零舍多人排隊㗎。觀塘裕民坊加美心都走唔甩。咁其中咧有一個男士啦，有個男人啦，咁啊就打尖啦，類似咁啊就撞到2女1男㗎。呢個打尖男同排喺前面嘅2女1男。錯質口角，繼而動武，打足2分鐘，美心職員都即刻報警。其實咧拎月餅都好，即係慢慢排隊都冇問題咯，就係大把月餅啦佢，都唔使打尖嘅。何生話最後差人拉咗個打尖男，但另外3個人就冇晒影啦。蘋果 App 新功能，蘋果精選新聞話題，click入專題，一齊追蹤事件來龍去脈。